咱若是接洗手、挂水安管好家己，咱人人拢是防疫国家队。讲到最近本土疫情继续伫咧逼，校园内面的防疫也变加真吃力。亲像阳明交通大学是宣布讲全面启用线顶教学，而且也停止办理实体的演讲活动。学校内面的餐厅限制老师甲学生，敢若会当包顿去食尔尔。另外，清华大学本地是宣布讲100人以上的课程才该用线顶上课的。不过，伫咧14下晡也紧急宣布讲。全部拢改做是线顶上课。这里呢，当然刚好解出来13。透过网络，老师甲学生伫线顶用电脑直接上课，未受到疫情影响，学生阳明交通大学宣布，除了原本要举行的活动全部取消，学校把全面改做线顶上课，避免人甲人的接触。为了保护师生之间的安全，然后这个让我们的同时又不想要这个影响到这个教学的这个进度，所以我们就是全面采用线上的教学。那像必须要这个操作实验操作的这些课程会有另外的安排但是基本上我们会希望所有的课程都是采用远距的方式。另外，清华大学的部分，而且看到校园内底学生的人数比过去减真多，因为因14号下晡时宣布提升学校的防疫措施，全面改线顶上课。餐厅现在都改成是外带。这个外面的送餐，他们还是可以进到学校，但是他只能到那个大楼的门口，这个以不接触的方式，然后这个把餐点送到这个需要的人的手上。随疫情发展，国内真侪大学拢宣布换做线顶上课的方式，希望透过这款方式，会使降低风险，平安度过疫情风波。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